育部来宣布，5月初二后礼拜二开始，要开放予6岁到11岁囡仔会当来注半剂莫德纳疫苗。也毋过有真侪家长是真担心这囡仔注完预防射了后，恐惊会有状况，所以予家长7天的时间来评估，看是毋是要予囡仔来注。这个台北市有来做调查，愿意的家长是48%半，无愿意的家长是51%半。意思是讲，囡仔注这个预防射，确实是会当预防重症。家长爱注意的是，囡仔注了的不良反应，包括这个注射的所在会肿会痛，人会酸酸甜甜，会头痛、肌肉痛、会胃寒，阁会发烧。评估的基础是什么？是我们我说这2天要发去问家长，然后再去做一些调查，然后又说最快5月2号可以打。又要给家长1个礼拜的思考的时间哦。6岁到11岁囡仔，上紧5月初2得当注到半剂莫德纳预防射。留意会知即阵，教育部长潘文忠配套伫打，因为大人注莫德纳有真侪副作用，互真侪家长烦恼。囡仔敢会堪这动？小学家长都不能进去，所以我想请问部长，当打莫德纳疫苗的时候，请问家长能不能在旁边陪同？在目前的规划，如果在校园里面因为我们本来校园内也有相关的老师，还有尤其是我们有相关的护理人员。不过台北市长郭文泰主张，学校应该用快筛代替隔离，或快筛来代替停课。校长潘文忠嘛是坚持照指挥中心的脚步行。这个快筛的这部分那么我想指挥中心目前也正在征集规划相关的这些筛剂囡仔预防射就要开始做，难免互父母拢会真紧张。来看北市有想要互囡仔做预防射的无到5成。注预防射会当防重症，减少病毒伫咧社区传开，减少停课或者是社团的活动动起来。倒着新冠病毒嘛，较要有并发症。观察囡仔的并发症有3个指标：确诊破病3个月后，若是有2个月出现疲劳、歹喘气、有认知障碍，都有可能是并发症。另外，囡仔确诊更加注意，囡仔多系统发炎症候群，送病了后有70%的比例会住伫咧加护病房。应该这个礼拜会签约了。这个礼拜可以签约，很好。应该了，好。那签约之后的话，就会有运送疫苗的排程。卫生部讲，这礼拜就开始做辉瑞疫苗签约，其中就包括儿童预防射，随落来就开始种会。不过预防射到会进前，嘛是拢爱互家长知影注预防射一寡问题。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